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，各位莲友，大家早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呢写这一章，跟各位大家来结个缘哈。直心是道场，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道场了。什么叫道场？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个观念。道场是要成就大众，让他去解脱的。道场是要指引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这叫做道场。那你要达到正确方向，达到正确的解脱，要怎么做？就是要知心。原来是知心。知心就是不会拐弯抹角，不会遮遮掩掩的。我们直来直往，心很坦白，很直率。各位，这叫做知心。他不会去故意抹黑啦，故意去耍弄心机啦，不会。那么这个叫做知心。一个有知心的人，他就很容易有成就解脱，而且很容易找到人生的目标跟方向。所以这个叫做知心。知心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知心就是道场。是道场，是这样子的。用意你一定要先清楚这个道理。坦诚是净土，净土就没有污染嘛，没有烦恼啊，没有妄想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没有妄想不起烦恼不会跟人家讲比如纠缠这些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不会有这些，这叫做净土。那么净土什么才是净土？坦诚呐，我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讲很清楚的讲，不会故意去躲藏起来，不会我有一种要能接受、敢于承担、勇于忏悔，各位这个要很大勇气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坦白、很诚实的人，这个就叫净土。就净土在你的身上散发出那种光明。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啦、有压力啦，或者痛苦啦，跟人家计较了很多是非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乱了嘛，心乱了，心不干净，所以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？就是不坦诚。我们人有对，就是好好的去做，对不对？力行善事。如果错了，我们就还回，弃恶向善。马上浪子回头，各位，这叫坦诚。一个人能够坦白、很诚实，这就是净土。你的内心的世界就是一片光明，一片光明。欢喜是财富是不是财富啊？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健康才是最大财富健康从哪里来？就是欢喜心我不会烦恼没有压力无挂无碍心很轻松自在这个叫财富。为什么？身体很健康嘛，健康，所以说健康从哪里来？从欢喜心来。所以学佛法要有欢喜心。学佛法我们在学佛的道路上面一定要非常欢喜，充满着感恩。所以你每天充满着非常自在的心态，那么这个就最大的财富了，最大的财富。惭愧是宝冠，对不对？这宝冠就最有价值的东西各位，是不是？最有价值，我们讲说这个宝冠，什么会得到这个宝冠？惭愧心。所以过去我们佛陀告诉我们，惭愧是一个最庄严的服装了，很好的服装。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懂得羞耻，懂得我这个是有一点难为情，不好意思，我讲的感觉好像对不起别人。那个内心当中自我检讨，会检讨。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带着一张宝冠一样一顶宝冠戴在头上。所以一个懂得惭愧，他不会胡作非为，那个内心里面就非常清净。所以懂得惭愧，就是会反省自己，会检讨自己，会改过自己。那这样这个人就必定是个好人。所以佛陀一再告诉我们世间有两种大丈夫嘛。所以一个是出生到他老都不会没有做坏事，大丈夫；一个是知恶，知道这个错了，知错能改，这是大丈夫。所以这两种人
我们的你看，惭愧也就是第二种人了。你懂得羞愧，懂得不好意思，懂得自己这样做是难为情的，懂得是没有面子的，不好意思，那么他马上就会自己自我修改道路重新调整。那这样就带了一顶宝冠一样，非常珍贵，值得大家赞叹的而且是很高尚的。我们就这么说，所以这个惭愧就是宝冠。念佛是成佛，成佛伟不伟大？成佛太伟大了！成佛，你看智慧圆满，功德圆满，神通自在，各位对不对福报双修都完全具足，所以这个成佛，他能知道过去，能了解未来这叫做成佛。一个成佛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而且大慈大悲，又大愿大力，是给众生完全能托付、可以依靠的一尊佛。所以成佛非常伟大。我们要成佛，这个是我们的总目标。希望佛告诉我们，信佛众生皆有佛性，大家都可以成佛，大家都可以成佛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的，大家都可以成佛。但是怎么去成佛？最快速了，在末法年代当中，要成就成佛的这一条道路，就是念佛。所以念佛才可以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性太复杂了，烦恼太强烈了，我们的欲望太高强了，所以我们永远无止境的心就是污染太深，污染太深。你要说靠其他的方法来修持成就，要清净寡欲能够断除要修到断除这个贪嗔痴，能够要修戒定慧，一般是很难的，一般是很难。那怎么很难？那怎么办？你就念佛，因为佛以他的名号，成就的名号，要来救度我们凡夫众生。所以我们只有念佛，顺他的本愿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到西方。一到西方，佛在48愿里面就很清楚告诉你，一旦往生西方，你一定成佛。一定成佛。如果你不能成佛，阿弥陀佛发愿，我绝对不成佛。他用成佛给你保证，如果你念佛到了西方净土，我一定让你成佛的，而且绝对成佛的，肯定成佛的。所以我们念佛才是成佛的这一条最捷径的道路，最快速的道路。所以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很重要的。重要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把这一章简单解释给大家，结这个缘。好，谢谢。